来看这统战的标记，敢讲已经无所不在。台中有民众去买宵夜，当来煞看到红杯啊、塑胶膜顶头印一句讲：“我的祖国袂使切割。”这业者是赶紧出来回息咧，讲是买到中国的杯啊、红膜，唔知详细，讲未个输强。台中市中明路这间阿辉豆腐糕是一间连锁店，虽然伫网络有袂歹评价，不过最近有民众买这个餐点，却是发现副餐的饮料封口塑胶膜顶面竟然印着意思统战的标语，写着我甲我的祖国一刻也无得分割，真想去上传网络分享。其他民众是有无同的看法？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好，因为有一些可能，比如搞不清楚的，他可能觉得没关系，但我是觉得自由是很重要的这样。有什么法律什么去避免它嘛？对不对？应该没有强制性的动作。可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。对啊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店家，就不要来。业者事后经由文理声明来核实的，讲因为节省成本，无家己设计制作，而是经由购物平台采买中国製较高水度案的塑胶封口膜，已经使用几啊卷啊拢无问题。唔知影讲不动文理是藏伫其中一卷内底，就已经全面来停止使用了。今年8月，在云林才发生饮料封膜出现"中国统战"的字样。同样的事件，在今年11月的台中又再次发生，混杂在正常的封膜产品当中。这不仅让厂商难以预防、措手不及，也令消费者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民意代表讲，云林8月有饮料店要用这个印有统战标语的塑胶封口膜，而且标语的内容、设置甲排版，拢甲台中发生的案例拢同款，真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要求这个厂商所做统战小手段，中央甲地方政府也是爱小心防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